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等我 Declan 咧帶大家睇咧禮頓山嘅1120尺嘅大單位，屬於3房1廳嘅間隔嘅。我而家喺呢個玄關位置啦，亦都可以咧去右手邊咧去到個客廳嘅位置。咁客廳呢隻窗咧就向翻西南嘅，亦都望翻呢個咧球場啊馬場嘅景緻㗎啦。咁我哋去睇埋其他。咁查實喺禮頓山啦，裝修單位咧非常之少嘅。咁見到呢度咧保養得新出啦，即刻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尤其是呢隻積咧，呢邊窗咧兩邊窗開咗咧，可以做咗南北對流。我哋再進入去個廚房去睇睇嗰個廚房啦。咁廚房嘅空間位置咧，台面所有嘢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咁而呢度位置咧，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小型嘅吧台啦，可以做到早餐嘅位置。咁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會有埋洗衫房同埋姐姐房啦。咁呢度全部咧份量嘅工人都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去睇埋其他嘅位置。出翻嚟飯廳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去睇一個主人房嘅簡介先。屬於套房啦。咁其實呢個裝修咧，我覺得咧壁燈之餘咧，做咗好寬敞嘅3邊臥床，亦都跟翻咧客廳嘅景觀咧，可以望翻咧呢個球場啊馬場嘅景緻。咁而呢度咧，我覺得裝修風格咧用啲白雲石非常之簡潔啦，同埋非常之摩登。咁而家進入翻個主人房嘅套廁啦。咁其實呢個台面上咧有足夠嘅位置可以做雙洗手盆。如果想要雙洗盆咧，就要自行裝修。咁我哋再去睇下其他嘅房間位置。咁其他房間嘅位置，我哋先睇咗呢邊右手邊嘅房間先。咁呢度咧會做咗間書房啊，全部櫃咧所有嘢咧全部入場家私嚟㗎，真係拎包入住呢個，亦都唔需要話再做任何呢個大裝修。咁出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咁其實都會做咗個下廁。咁其實我見咧業主咧做裝修商都非常之中意簡約嘅，同埋啲歐洲式嘅框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有品味嘅。最後呢去到呢個房間咧，咁3房其中一間嘅，咁呢個景觀上咧，其實個高度啱啱好，可以高過對面好多個建築物，咁亦都可以見到部分嘅山景啦。咁好啦，今次都同大家介紹好多啦，如果中意呢個單位或者想揾其他單位嘅，歡迎去聯絡我哋嘅 channel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